各位澳門嘅朋友大家好，我係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嘅 Amy， 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傾下我哋公司嘅業務設計其中之一家具設計係點嘅呢？澳門呢一個有限嘅空間裏邊，我哋可以幫你實現利用率嘅最大化，從住得舒適恬宜。大家都好清楚，澳門作為一個寸金尺土嘅地方，好多時候住宅嘅面積咧都唔算大。然而咧，我哋對生活品質嘅追求咧就從未降低過嘅。咁我哋對家具嘅設計咧提出咗極高嘅要求，好好考驗我哋嘅真功夫啦。首先咧，針對澳門住戶中常見嘅細單位戶型，我哋嘅團隊咧投入咗大量嘅時間同埋精力咧去研究精心設計嘅家私。就好似攞一房一廳嘅單位嚟講啊，空間本身咧都已經好狹窄噶啦。我哋專門咧研製打造呢啲多功能嘅梳化，可謂係解決空間問題嘅一大法寶。呢一種梳化設計咧好巧妙嘅，平時咧佢就有一張好舒服嘅普通梳化啦，可以輕鬆容納到3至4個人，大家可以好悠閒咁喺上面一路傾偈，一路享受睇電視帶嚟嘅樂趣。而到咗夜晚呢，只需要輕輕咁將沙發嘅靠背放低，再順勢拉出一塊預先設計好嘅床板，瞬間呢，佢就會變成一個又寬敞又舒適嘅雙人床噶啦。我哋有一位喺澳門半島一房一廳嘅客戶李小姐，以前呢，朋友嚟住宿嘅時候呢，都會好多煩惱，唔知應該安置朋友瞓喺邊度。但係自從安裝咗我哋呢一個多功能嘅梳化之後呢，呢個困擾呢就已經係迎刃而解咗噶啦。唔單止係咁，梳化下邊通常咧都會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大家可以將啲被鋪啊、小物呢啲雜物咧通通收納喺裏邊，大大咁節省咗寶貴嘅室內空間，實用性咧都比較高嘅。就連李小姐自己都話啦，哇！呢張梳化咧簡直係一張多功能嘅梳化，解決咗佢喺生活上面好多空間不足而產生嘅尷尬，而且梳化嘅材質咧好舒適嘅，款式又好型，一啲都唔覺得 cheap。而講下個衣櫃啊，我哋 Shadow 設計衣櫃咧，可謂係每一個角落嘅潛力咧都挖掘到極致啊！喺澳門好多家庭嘅牆角往往咧都會好似突出嚟咁樣，無啦啦嘥咗浪費咗。而我哋嘅設計師咧獨具匠心，將衣櫃巧妙咁咧設計成 L 型或者係 U 型，完美咁貼合咗個牆角。而我哋另一個氹仔嘅客戶張先生嘅屋企為例啊，原本好似被忽略咗嘅牆角，唔知擺啲乜，喺我哋設計師嘅精心打造之下咧，搖身一變成為咗一個超大容量嘅衣櫃。衣櫃裏面嘅層板同埋掛桿呢，其實咧都係經過嚴格嘅計算同埋反覆考量嘅，會根據唔同衣物嘅長度同埋厚度，合理咁樣規劃每一寸空間。比如好啲長款嘅大衣咧，就會安排啲較長嘅掛物桿分區啦；而短啲嘅衫同埋褲咧，就會利用層板進行分類啦，確保衣櫃能夠放置更多嘅衣物，充分滿足業主多樣化嘅收納需求。張先生之前咧一直都抱怨話衣櫃太細啦，啲衫成日都塞到滿滿當當，揾件衫都要揾好耐。但係而家咧佢對呢個衣櫃咧讚不絕口，唔單止容量大，而且揾起衫嚟一目了然，成個房間睇嚟咧都更加整潔美觀。喺廚房方面咧，我哋會設計吊櫃同埋地櫃互相結合嘅款式。吊櫃嘅存在咧就係為咗一啲唔成日用餐具同埋乾貨提供咗一個合適嘅安置之所。而地櫃咧就係用嚟放廚房成日用嘅食材，而且我哋喺個地櫃裏邊裝咗個拉籃。呢個設計睇落好似好簡單咁，實質咧就大大提升咗利用性嘅便利性。大家唔使再成日好辛苦彎腰去揾，只需要輕輕咁樣拉動呢一個拉籃咧，裏邊放置嘅物品就一目了然啦。我哋好多客戶都話啦，自從安裝咗呢個拉籃地櫃之後咧，廚房嘅使用起上嚟都非常之方便同埋順手。就好似澳門老區嘅黃大媽，以前咧佢每次喺廚房裏面揾個爐咧都揾到好攰嘅，腰都伸唔直。而家咧輕輕咁一拉個拉籃咧，所有嘅爐頭咧都即刻揾到晒啦。佢逢人都讚我哋嘅設計做得好噶。對於有小朋友嘅家庭咧，我哋都會特別貼心咁設計嘅，可以設計一張上床下台嘅組合家具啦。上面就係小朋友舒適瞓覺嘅地方，下邊就係功能齊全嘅學習同埋玩耍區域。書台旁邊咧再加個書架，方便小朋友擺放書本同埋文具。小朋友做作業啦，亦都更加專心，玩玩具都唔會玩到亂七八糟，仲可以幫小朋友養成良好嘅整理習慣。我哋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就係通過呢啲精心構思嘅家具設計，幫助澳門嘅住家咧喺有限嘅空間裏邊咧實現到最大嘅空間利用率，令大家住得舒適方便。
我哋嘅設計唔單止着重實用性，仲要兼顧美觀性同埋整體家居風格嘅融合度。無論你係簡約風、中式風定係歐式風，我哋都會為你度身訂造最合適嘅家具設計方案。如果大家喺家具設計方面有任何需求或者諗法，隨時歡迎聯絡我哋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多謝大家收睇，下次見啦！